我緊接翻何議員問啦，即係瘦筆或者瘦針啦，或者我見到有啲呢個貼紙裏邊有好多針啊，咁嗰啲情況咧，其實真係充斥喺網購啊或者市場嘅。咁我都好支持即係署方去打擊嘅。咁剛才署方就話有7次嘅行動啦。咁我覺得如果你打擊咗嗰啲項目咧，其實應該要擺翻喺你哋嘅官方網上，俾人知道邊類型係俾人打擊。呢個第一。第二就係即係如果你哋見到網上或者你哋會點樣執行？去打擊或者封鎖呢啲網站，而免使佢繼續去欺騙市民咧，呢個係重要嘅。咁另外我講翻文件即係我首先係支持我哋推動一個健康中國或者香港嘅體重管理行動啦。文件裏面第17段咧就數據講話喺2026年嘅第一季咧，參加咗地區康健中心體重管理計劃啦，第1至頭6個月咧嘅會員咧個 BMI 平均係降低咗，下降1.9%嘅。咁我1.9啦。咁我睇咧就係我自己新界東南，包括將軍澳嘅靈實康健中心啦，以至沙田馬鞍山嘅康健中心由復康會做嘅啦。咁佢哋都做得唔錯嘅，推動呢啲減肥嘅一啲行為啦，出咗啲 BMI。咁但係好多市民都講啦，減肥係終身嘅事業嚟㗎嘛，減重咧係最困難，最驚係乜嘢咧？係反彈。咁我想問下政府有冇即係追蹤翻呢啲會員嘅計劃？結束咗呢6個月或者12個月後之後嘅體重會有咩變化咧？現行1至6個月短期嘅計劃會否係具備可持續性？咁呢個第一啦。第二我就見到咧社交媒體裏邊咧，亦你哋都有推出一啲體重管理磅重嘅做起嘅宣傳片啦。咁數據同步咧就係去到醫健通嘅 Apps 話叫自我監測功能，方便市民記錄嘅。我個問題係想問下，即係呢啲資訊咧，其實係咪可以同步俾到醫生去睇下究竟即係嗰個慢性共治呢個3高裏邊嘅一啲數據，令到即係醫生可以更方便去跟進翻啲體重變化嘅病人啦。咁同埋有冇評估到呢啲各個場所預期嘅使用率？唔該，主席。好，局長。好啊，咁或者我好簡單咁回應翻咧，即係衛生署咧，其實係會肯定係會即係繼續咧係會突擊巡查啦，喺網店同埋藥房都會係做一個巡查啦、市場監察啦，同埋甚至以試賣嘅行動咧去監察嘅。咁地區康健中心咧，我想請地區康健中心咧向你解釋下我哋成個工作啦。咁同埋咧就係醫健通嗰度咧，其實咧就市民咧係可以將佢嘅資料咧入落去個醫健通嗰度咧，係可以俾到咧醫生去睇到佢嘅記錄嘅。但係就唔會直接上載喺佢個醫健通記錄裏邊嘅。好，地區康健中心係開個咪俾陳玉嬋女士，開個咪俾陳玉嬋女士，唔該。係多謝主席同埋方議員嘅提問。其實係嘅，喺我哋地區康健中心裏面咧，其實每個營運者咧，佢哋對於體重管理咧都落咗好多心思落去，因為佢哋都明白，正如頭先副局嗰度亦都提到，我哋有超過一半嘅會員咧，佢哋嘅體重都係超過咗正常嘅 BMI 嗰個值嘅。咁所以變咗喺呢度過去1年裏面咧，我哋即係個個中心裏面咧已經舉辦咗超過2000場嘅體重管理嘅項目。咁參與嘅人數咧亦都超過咗2萬個會員嘅。咁頭先個數據睇到，我哋最高嗰個曾經係跌到個 BMI 係跌到超過1點幾嗰個值啦。咁其實呢個咧，我哋係頭先講得好好，我哋最緊要係點樣去令到可以持續繼續保持呢一樣嘢咧。所以喺我哋成個康健中心裏面咧，我哋係提供一樣嘢咧，就係話會員 join 咗，即係市民 join 咗入嚟做我哋會員之後，我哋其實個中心已經成為咗會員嘅一個個案經理嘅。咁我哋係會持續會繼續每1年會繼續會同佢哋有溝通啦，同埋佢哋都需要翻嚟我哋個中心嗰度會做翻整體嘅身體嘅評估嘅。咁其實我諗喺呢一點裏面咧，我哋就已經係會繼續持續係會即係保持住同我哋個會員啦，或者個別曾經參與過我哋呢個體重管理項目嘅會員咧，我哋會繼續會跟進嘅。咁呢個係我哋一向以嚟會做嘅方法咯。好，唔該晒。